看倒去，台北倒位去。阮就是无意外，可怜的女儿。自细汉就来离开爸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的代志，阮想要来去倒市做着流干做日子，也通来安慰家己心内的虚伪。车招问路边的白裙阿姊啊，人地讲对面迄间工厂是毋是？他就是卖用人，真想要来去。我看你怨水。幸好的日子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算他哩，青春虽毋通耽误人生的情义。车招问头的，但讲阿伯啊，人地讲一间工厂有卖菜用人。阮虽然也少年，拢毋知半项。当前我地头青疏。我无希望，假使小钱也要忍耐3顿5顿，为将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，有志总会得到心情的。